第5章，兄弟啊，论到时阵日期，毋免写批互恁，因为恁家己明明知影，主的日子来到，亲像眠间会插一样。人拄讲平安稳妥的时阵，灾会忽然临到因，亲像散烂临到怀胎的妇人人一样，因绝对袂会逃脱。兄弟啊，恁却无伫黑暗内，互迄日子临到恁，亲像插一样。恁拢是光明的囝，拢是白日的囝。我毋是属伫黑暗暝的，也毋是属黑暗的，所以阮毋通困，亲像别人一样，总着警醒谨守。因为困的人是伫暝是困，醉的人是伫暝是醉。总是咱既然属伫白日，就着谨守，将信甲爱当做好心镜热行，将得救的愿望当做头盔伫咧。因为上帝毋是有定咱受刑罚，就是有定咱借着咱的主耶稣基督得救。伊替咱死，互咱无论醒着困着，拢甲伊同活。所以恁应该彼此劝慰，互相建立，拄亲像恁素常所行的。兄弟啊，我考劝恁敬重迄个伫恁中间劳苦的人，就是伫主内面治理恁、劝解恁的，搁因为因所做的工，用疼心结话尊重因，恁也着彼此和睦。我搁考劝兄弟，着警戒无守规矩的人，勉励灰心的人，辅助软弱的人，着向正人吞忍。恁着谨慎，无论是一罪，拢毋通用歹报歹，也是彼此相款待，也是款待正人。常常着追求良善，着常常喜乐，无停的祈祷，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上帝伫基督耶稣内向恁所定的旨意。毋通消灭圣灵的感动，毋通藐视先知的讲论，总着凡事测验，善美的着持守，逐项的歹事着禁戒无做。愿赐平安的上帝，家己互恁全然成圣，各愿恁的灵、甲魂、甲身躯得到保守，伫咱的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阵，完全无通指摘。迄个调恁的本是信实的，伊的确成就这个事。请兄弟为阮祈祷，甲众兄弟斟喙问平安，的确着圣洁。我指着主吩咐恁，着将这个批念互众兄弟听。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常甲恁同在。